有涉案人士喺一間本地嘅供應商分批購買防護網以作更換，約75000平方米。但係呢批嘅防護網係未達防阻燃嘅標準嘅，咁佢就將呢啲防護網就替換咗損壞嘅地方。呢批防護網我哋計算之後係足夠可以包8棟大廈。今年10月尾喺中環發生一宗涉及棚架防護網嘅火警，涉案人士擔心佢哋嘅棚架防護網會被抽查檢驗，為應付檢測，以每卷100蚊購買115卷，約3700平方米。呢批防護網係達阻燃嘅標準嘅。咁佢哋就將呢啲防護網就裝咗喺每棟樓宇嘅棚腳嗰度，以圖魚目混珠，成功喺往後嘅測試結果獲得合格嘅結果。